各位觀眾，今日報道一單超市衝突事件。事發時間係10月8號下晝，喺一間超級市場嘅自助付款區，一個大陸婆同一個港女因為一啲身體碰撞引發激烈衝突。從影片可見，呢個大陸婆突然發神經，一手將港女嘅買餸車成架推翻，貨物散滿一地，跟住仲多次拍打同埋起腳推撞港女。等到職員到場，大陸婆即刻惡人先告狀，話港女先打佢，仲話要報警睇 CCTV。最令人嬲嘅係，在場多個職員竟然偏幫大陸婆，不但擅自放走大陸婆，仲要圍住港女不停指責港女撩事鬥非。港女就激動反駁，要求職員睇返 CCTV， 仲話啲職員冇理解真相就下判斷，而且仲放走施暴嘅大陸婆。就住呢件事，呢間超市職員犯咗嚴重公關災難。首先佢哋未理解因由就偏幫一個人已經係錯，其次職員未有即場報警，反而放走施暴者，跟住仲要指責受害者。只係以上3樣罪行，呢間超市已經值得列入黑名單，永久唔會幫襯，連公平公正都做唔到，仲要指責受害人，真係極之離譜。唔講咁多，即刻睇片，睇下超市職員點樣放走大陸婆。喂，你咁樣傷到人喎！你傷到人喎！我唔得嘅，唔係你打傷到人，睇到嘅好冇？你睇下你，仲喺度話我？係啊，你頭先攞嘢，佢倒晒我啲嘢啊！第一次我撞我隻腳，喺個 CCTV， 喺翻個 CCTV， 如果話叫我幫我定一步嘅，真係佢有問題啊！你有問題，但係你咁樣你講佢都冇問題，你咁樣佢傷到人㗎。呢個問題佢話係我嘅問題，佢撞我第一下先嘅，點解咁樣踩我？